当。上重要的特色是伊有若做台语的输入法，吼，做客语的输入法，伊阁有做蒙人的输入法，所以这点是较特别的。蒙人要怎甲通过电脑来办字，所以咱就会当请大家来甲伊请教。咱即摆欢迎林副长，请了。大家平安。我已经感谢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吼。啊，这个咱这牧师的牧师伊对台语调是足重视的。我说就是讲，咱台语文吼，一个语言，你若有一个好的迄个工具的时阵，伊就当发展较真好势吼。啊，因为这个电脑的时代，所以我感觉讲电脑这个语言一定要有一个输入法啦。所以你才讲我一开始就一直足迷乱创这输入法咯。啊，佫有开发做一个工具吼，是当为华语转做台语，汉罗转做川罗安尼吼。啊，佫会当，即摆咱看迄个字吼，啊面顶拢有附迄个标的字嘛吼，啊嘛会使标的字副汉字啊，其他哦，这工具吼，啊其实可能无遐侪时间咯，安尼有啊，有无利用的这个就。有幸福来输入法，有利用，大家用。嘿，啊，你知影即个输入法上强、上特色是啥物话？你敢知？恁敢有利用自定输库？自定输库，你拍袂出来先，自定输库你就拍会出来。恁敢有利用？知影无咧用。啊，你迄个显示窗，哦。啊，这个一个特色就是讲，我感觉人的老外的吼，这个显示窗播，永远就足细个。啊，但是咱这个会当创到70字哦，所以我创了这OK， 这你有利用无？我嘛拍4字尔吼，背得出来。你有利用这无？这就是若生活内底有诶，你就免。第啊，但是咱会当用自定输库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只拍红跟教的就出来哦。这就是设定内底哦，设定内底，恁一定爱入去设定，互你个人下你个人了袂？哦，就讲你只汉字大间，哦，啊，就爱翻白话字。哦，啊，即摆即个自定输库是到遮吼，即个，所以我有定向是坐自定输库。啊，你咧拍的时阵就足简单就对了，其他先足费时间的。啊，你每一张条不要讲了，无可能。哎，互囡仔听了有趣味，哎，有啦，你即个一定敢若你变魔术的，敢有人用过？来，请问问题。我拢想嘿，希望也是好啊。我的问题是迄个汉字的选字部，汉字选字的部分，伊即马教育部伊推荐用字一直有搁更新过，毋过伊的思考就是信无爱处理法，哪像无过。你就自定输库。自定。你家己定啊？好。哦，迄个当时阮开发的时阵，就是安尼尔。哦，啊，就为教育部有教育部的写法嘛、做法嘛，所有你拍袂出来，拢会当自定输库来。你知我意思？他们才讲有其他的问题。你播嘛，拍无就无法解决。啊，咱这有法做啊。敢若即时做一日了就当做丢了，啊，当做服务范围。啊，服务员的处理啊，吼，啊，我就是一直咧想讲，服务员，我第一代是怎做啊？啊，到底要服务什么人啊？哦，服务你个处理什么人啊？啊，以前的服务员话就是讲，圣诞节做圣诞大餐来食起来咯。啊，母亲节，啊，母亲做厝里做到半暝，啊，因囝就去教会吃拔叉叉面，迄个庆祝母亲节啊！我感觉这敢若无效啦吼，啊，所以我一直就感觉讲，
做迄科技岛吼，啊去想讲到底爱服务啊，到底爱做啥物代志？哦，啊，所以我才发觉我读数学英书，去内底耶稣伊出来传道，起来叫帮咱遮的弱势人吼，拢方面拢第一个啦。第一个就是方面目睭无看，就是弱势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当时我就讲咱会使为来关心方面开始。哦，当时阮教会有2、3个，因为上个教会伫中东北路嘛，迄个国际的饭店拢伫啊，几十群人来拢来按摩，所以按摩的迄个朋友拢伫迄条路嘛。啊，我开始做的时阵，教会敢剩1、2个尔哦，1、2个工人啦。哦，啊，问迄个老牧师以前是96岁，大家做牧师，啊，伊讲伊以前上济捌20几个。会友来做礼拜哦，anyway， 我开始做的时，那教会就感觉有影这个时间较好诶，哦，啊，你讲踏出教会做社区的时间啦，哦，所以咱教会若要做哦，互人感觉讲你先教会关起来，三心二信啦，有感觉无去安尼，啊，所以就是1989年的时，我就成立这王朋友联谊会。啊了后，因遐个公培会大部分拢是名母校毕业的啦，哦，啊所以因是学校的时阵就当体会着上帝听因遮拢洗礼，啊伫因迄个学校拢是遐唱迄个诗班，唱圣诗，唱4歌啊，哦，啊来甲迄个公培就做伙来，因就感觉会使来做诗班。啊，所以做诗班第一届圣诞节，其实咧唱来到第规个下届哦，大家拢目屎咧滴哦，啊，伊要做见证啦吼，啊，我的信仰较深也嘛，为因了接受足济，你服侍因咧，才知影了解因啦，哦，啊，即个嘛创点字圣经咯，在遮的吼，啊，即个我做会甲做代志啦吼，啊，我紧。本来我咧新的电脑，家己各方面就要做这些，我全部我做电脑。所以恁若有要拍这时吼，伊即个网站叫做 SLA 吼，希罗亚 Sloan 吼，希罗亚就是风车片啦。所以阮咧叫希罗亚风是合唱团啦。哦，你新庙内底有迄个约翰福音第9章，哦，耶稣家己册名，几偌高，我话叫伊去坐阿弟说。啊，说了啊，地就迄当时迄个设定的迄个一个地嘛，哦，啊所以因做哩了，就唱一来感动了，我嘛感动到吼，我嘛了咱来做这个诗班，哦，啊开始去学校，去教学，去社会，去迄个做见证就对啦。啊，我第一期的时候，我唱啊这录影吼，我会安尼较趣味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因若紧啊对，我都爱甲记录落来，哦啊，互较侪人会当我看吼。啊，我拢透过迄个时啊去看，电脑的时啊目屎看伊嘛拢一直练就对啦，足感动的啦吼。啊，咱遮台中的网友嘛不遮济啦吼，咱来当开始哦，要做先做社区，遮弱势的人吼，咱真正讲是去关心啦吼。伊个点字吼，主要就是6个点。6个点叫做一方啦，一方，一个点会当代表一个，哦，一个音，一个声音，一个声，啊，应该组合起来，哦，就行对因这点的时，这方就足紧就对啦。啊，伊去问讲，啊，即摆是互咱目睭看起来看迄个点的，啊，方便你透过一个人用电脑，伊个人用电脑的时，你就。到倒位的时，伊就拢会浮起来的，会当读就对啦，会当读嘞，所以这也就帮助啦。啊，因为我有找到啊，后生团嘛，伊拢献诗咯，迄诗，迄个爱点字的谱，哦，乐谱另外一套点字的系统就对啦。啊，
啊，白话字嘛200一套，啊，英语嘛200一套，日语嘛200一套，化学一套，音乐一套就对啦。啊，伊拢就是去啊定义迄个特点，排列组合，安尼去有所有的音乐学习的物件，我读过这，哦，这是法国的迄个布雷哦发明的吼，就足无简单。因以前拢创创意了创出来啦吼。啊，就讲即个。因爱上咧教的手部点字嘛，哦，遐个朋友，即马每礼拜大概有40通的，一礼拜来礼拜，阮就去做点字的迄个手部互因啦。啊，因早我都读圣经啊，我都唱圣诗对咧唱啊，哦，迄个啊，即个我创即个网站的原因就是讲，迄当时因拢爱叫人来甲报读。即摆一个圣诗来，迄乐谱，会甲报来报读一解，啊，过来迄个歌词就爱报读一解，伊拍做点字嘛，哦，遐足费钱啊！啊，我甲信无的网站迄个合作了后，哦，台语、客语创了，讲会还好一个网址来关注，会足欢喜的啊！哦，就是讲会当，迄阵拢是迄个，就做到大嘛，信无爱去评价的人诶，啊。伊家己嘛讲我这做点字的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种现点甲现字啊，我点互咱看哦。要点进前吼，真侪人毋捌摸过点字的物件，加计伫电梯顶头，才有一本点字的册，你来摸看觅。这真正是点字的册，来，大家来头前摸看觅，这每一页拢有点字。来，去摸看觅哦。迄个人国语的啊，咱台语。伊有2版，一版是台语的，一版是华语的。谁做的？王宝霞做的，纪念了王。啊，搁迄过来，这是为遮开始点过的。迄毋是安尼一搭倒落，毋是倒落，是用你的手一抓一抓，甲你讲话共款，看是共款，一抓一抓。啊，这是我甲王宝霞套的啦。这是套的。因为一般袂做点字的版本，啊，这本是真特别的故事，所以做点字的版本。啊，内底有点字法，啊，点字法要学的，会当请盲人的老师来甲你教。是啥哦？2套。毋是廖套呢，是一个。讲对啊，啊，你去婴仔的时有需要牛奶喙甲。啊！你大人感觉过迄牛奶水啊，我夹起来，啊，所以迄个摕掉，所以咧，小学老师甲软小学讲，白话字迄个软小学是教会书的，伊讲白话字嘛，偌久拢有要改进啦。哦，以前嘛 PS， 迄个我甲有了 PS， 啊，一个规个改写字，即拢有咧改进啦。哦，啊是安怎迄个？啊，是安尼，好啊，也袂讲着。啊，所以阮即摆阮的迄个网站面顶，即我一2年来去做的，阮拢是迄个连字符摕掉啦。哦，你要拍是嘛，兼拍一个。哦，啊，你要印刷的是迄画嘛，迄个印的迄原料嘛，迄足济啊。